国防部伫去年4月推出全面国防手册，内容防止讲无实用。搁再经过一冬的准备，今仔是推出新版的手册，小解讲若是发生战争分区供水的应变，嘛教民众安怎来分辨国军甲解放军。台海情势紧张，国防部去年4月推出全面国防手册，无什么内容，停水停电爱民众卡客服来问，互人批评根本是无实用。国防部经过1年，开真侪摆跨部会会议，带入专家会谈的意见，稍早推出新版全面国防应变手册，协助民众伫战争时阵学生存自助，区分平常时准备甲战时应变，包含个人紧急避难包、家庭必备物资，要准备什么物件，刷大一太阳能板，互人怀疑这是真歹摕到。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，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。紧急避难包内容物的研讨，在避难包的部分，包含它的内容物，也都会在明年，民安万安演习都列入重点验证科目。另外，停水应变措施，这摆手册讲到，正式启动分区供水，会透过宣传车加广播，宣导供水站位置加供水的时间，针对共军反台领导，手册纳入电话辨识，协助分辨国军共军的服装，是不是比较俄乌战争、乌克兰军白黄时段增加辨识度，引起关心。在公告之后，民众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，我们国军跟共军的这个作战服装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。好，那至于这后续，如果共军他们有持续更新他们的服制的话，我们当然也会适时的做更新。全台总共有89405个防空避难的所在，经政署公开新版的防空避难标示，目前完成83.4%的更新，按算7月底全部更新完。另外，选伫这时阵公布新版手册，国防部澄清，参考俄乌战争国际局势变化，无其他时间点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